大家好，又係男人咧同大家討論時事熱話嘅時間啦。錄音嘅時間係5月31日嘅早上。呢排咧最受關注嘅新聞咧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個美式鬧劇繼續上演，而且咧仲蔓延到咧去教育界。先前咧已經話取消嗰個教育局已經找到軒然大波啦，而家最新嘅咧就係話要伸個魔爪黑手去到嗰個高等教育界。首當其衝咧，居然就係個著名學府哈佛大學，荒謬得咧話咧就係要將嗰啲咧係國際生咧要整走就算你讀緊書，我一樣要你走，一樣要你轉校。呢一個咧完全係違反咗正常社會嘅一個發展規律。而事實上喺嗰個哈佛入邊好多都係國際生，我哋以往見到好多嘅香港內地嘅尖子讀完之後，甚至乎留咗喺美國當地，成為咧美國嘅公民，貢獻當地。一部分咧就翻咗嚟我哋嘅國家啦，咁但係都唔少咧係留咗喺當地。咁所以如果你話國際生係影響咗美國嘅利益嘅話，影響到美國學生嘅話，呢個真係荒謬絕倫嘅講法，因為嗰啲人實際上咧好多成為咗美國人。但係無論如何啦，呢個亦都係算係呢個特朗普美式瘋狂嘅一脈相承嘅做法啦，所以我哋並唔意外。呢度想講嘅南文想講嘅就係話，我今次真係要點讚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嘅主動出擊作為，因為自從接咗呢個哈佛大學嘅一個呢個國際申令之後咧，咁多間大學院校咧，只有香港科技大學呢個比較年輕嘅大學咧，反應最迅速就話我哋咧一定要針對性咧去拉呢啲學生過嚟嘅，無條件可以都得嘅。呢啲咪就係主動積極作為咯。你唔似有啲老牌嘅大學，唔好點人名啦。喂，又係講翻嗰啲搬翻嗰啲老土官話出嚟。另外一啲咧根本講真，你都唔係世界8名大學，你走出嚟即係叫獻世咩？係咪先？即係話同人講話，我都要招收嗰啲哈佛學子。喂，大佬，哈佛學子點會去嗰啲咁嘅香港一啲比較細嘅大學啦？係咪先？即係所以你有時做嘢一定要針對性，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咁多間學校咧要點讚嘅就係科技大學。而我哋香港特區政府點解都要點讚咧？就係話喺冇幾耐之後咧，香港特區政府咧就話我哋可以調高嗰個海外生比例嘅，即時調高咗啦。如果唔夠，我哋可以再調高。呢一啲就係一個主動出擊嘅作為啦，因為我哋而家成日講留學香港呢個品牌嘛，唔應該就係得把口講嘅。咁雖然你話最後有幾多美國哈佛學子會嚟香港啦，講真嚟幾廿個你都當贏咗啦，都唔好話好多啦，係咪先？即係其實哈佛大家都明白要去讀嘅，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嗰啲尖子亦都有好多嘅選擇。咁但係起碼我哋今日見到咧，特區政府唔會話我又要按規矩，又要審來審去。呢一啲咪就係今時今日呢個時代嘅一個好重要嘅做法咯。如果我哋成日仲係用翻舊時嗰套話咩規矩，你喺呢個網絡時代你規矩人哋轉頭你規矩完，人哋都 AI 面世啦。即係所以你而家見到，喂，我當啦，如果假設某個政府部門我明年、後年、大後年要招收幾多人，本來就係咁嘅，點知一個 AI 一落到嚟，你行政部門嘅職位，你唔好話招人啦，可以減人添啦，係咪先？所以我哋香港整個香港一定要好似呢次事件咁，要夠靈活變通先得，唔可以用翻以前嘅方法，因為而家嘅時代咧變化實在係遠咧係非常快嘅，而我哋嘅即係做法同我哋決定咧，往往追唔切嗰個變化嘅，咁所以一定要靠靈活一定要靠靈活，就好似哈佛大學咁美國有咁方面嘅做法，我哋一日兩日內我哋就要作出一個應對措施，而唔係話照翻我哋明咧年頭咧講咗今年咧要收幾多就收幾多，冇得變，唔係咁嘅。呢個世界已經變得非常之快，絕對唔能夠一成不變。咁所以今次咧特區政府同埋科技大學嘅做法咧，我都認為係值得作為一個範例。值得作為今後咧，唔好話淨係今次嘅哈佛事件，而係好多嘅事件唔同嘅一啲決定咧，都係應該參考㗎。包括我哋見到我哋嘅北部都會區好似遲都上唔到馬，但北部都會區搞嘅就係創科嘅發展，可以話係咧瞬息萬變。如果再係咁嘅速度咧，講真，人哋到時都啲公司都搶去晒其他深圳其他地方啦，你都仲係喺度起緊，又話要咩按咩比例，又話點建？嘥氣啦！最緊要快呢個時代最緊要變得快同埋快
即係例如嗰個土地必要時我哋可以改變用途，呢個時間你唔可以用翻舊時嗰套㗎。因為而家你好多時你一個決定，例如我哋見到有咗 AI 之後，你見到恒生銀行都大裁員啦。喂，你唔能夠話我仲依翻去年初嗰個做法，因為一個 AI 冚落嚟，哇大佬所有嘢都變晒啦，所以一定要變得通變得快。今集要想講嘅就係呢個核心思想啦。如果你都同意林文觀點，請你讚好留言分享俾更多嘅朋友知道。下一集我哋再討論其他時事熱話，再見。